台湾乐团5月天昨暝伫咧台北大巨蛋办演唱会，拄好上大雨，这大巨蛋内底竟然是又搁咧漏水啊！体育局拍算摆伊去勘查，若确认这观众的座位会漏水，就会依法甲罚10万块。 天崩咧滴水，5月天12暗时和 FC 合体伫台北大巨蛋开演唱会，拄到台北市落大水雨，大巨蛋部分观众的座位佫发生漏水。有昨到场的歌迷表示，虽然家己的位无漏水，但是楼梯确实有积水。 就是它那个楼梯都像瀑布一样，然后水很多，就觉得好像有在积水，就是快要积水的感觉，很扰民啊，对啊，就不方便，就感觉就是蛮严重，真的要尽快改善会比较好一点。台上在唱流行语，台下的观众在躲雨，因为昨天是满场，所以没有任何的空位可以换。歌迷朋友说，我买了3800的票，3000多块的票，最后坐在300块的位置。 但有成就讲，虽然主办单位赶紧调换座位，但是因为全场满员，真侪人换位了后无啥满意。发声讲，爱台北市府和万雄面对漏水的问题，也要求市府该罚的罚。市府这边我们现在已经会再去询我们的行政程序哈，那会在对昨天的漏水事件进行采访。 体育局强调，第一时间已经通知万雄赶紧处理座位的代志，来保障消费者的权益。若准漏水的范围牵连到 B1甲 L2的区域，会按照2025年6月初2的缺失单来罚10万块。若准是其他楼层，会开缺失单限期改善。 改善期是1个月，并且伫完成改善这个记档工开始3个月内，袂当搁漏水。相关的代志拢会列入去营运的绩效来考核。万雄巨蛋公司表示，针对漏水的区域甲发生的原因，目前继续进行全面巡检甲盘点，也会讨论改善方案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